有的区域说要做满18个小时，有的区域呢就要做满50个小时哈。那以桃园来讲的话，它就是要当志工50个小时，你就可以拿到董事入学最多会拿到这个10分的。那这边它就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哈，在这10区里面，那每一个区它所规定的说，你应该要做多少个小时，可以得多少分。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担心，然后就很着急，到处在把志工都做好。那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些国中生啊，我说你是也很想要当志工啊，如果也很想当志工的话，我们还是经典文教协会的，那是在我们内政部有合伙的一个团体啊。那如果你上那个台南市社会局，台南市社会局这边就有我们的社会团体里面人民团体，就会找到一个学术文化团体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个是经典文教协会的，是经典文教协会。那只要在社会局有认识的团体机构，就可以帮有这个国中学生啊，这个志工的时数啊。那我们要发予志工时数，就像刚刚那个讲师说的，你是靠什么样的心态来当志工？就是说，为了要志工时数才来当志工的，还是说，你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同样的信念来推动服务计划？而不是说只是说我去个人对谁服务是谁，对象是谁，做的工作是什么，做的这个志工到底是给你什么样的感受，你都没有去考虑哈。所以这边我们读经班在各地都有展开读经班。如果说我们在座有是国中生，或是你有认识的朋友啦，他不见没有来参加这个志工研习。可是他也是国中生，他也想参加那个志工的行列，那你就可以带他来参与我们读经班的服务啊。那读经班的相关的工作呢，那我们一般的班主任他就有需要，那班主任他就会设一个签到表，班主任他每一学年他会呈送计划到协会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签到，他会给志工签到。